这个中秋节要来烘肉、烘菜、烘海产，讲物件拢起价咯。讲这个彩色的大肠啊、甜椒起上多，每公斤的挂价起35%，金针菇起25%，番麦起16%，卡白笋起将近9%。啊，那白虾甲石斑等等的海产，嘛是起大约5%到10%。欧巴桑妈妈出门买菜，下早去菜市啊真热闹，不过中秋节明明要到啊，这烘卖配菜，那真少人在问。一直都很贵啊，它没有便宜过啊。出去吃比较快吧？涨很多，比如说本来是50块的哈，现在都变80啊、70。有时候看一看，哎呦，这么贵啊，少买一点。唔敢买，就是因为价数起收济。根据农粮署资料，番麦1公斤起16.7%，大肠啊1公斤要73块1，起要3成5；卡白笋起8.9%，啊金针菇是起要2成5。比较贵啊，之前好像50-60，没有人问呢。升真价数真正因为进前风台水的影响，不过无奈唔敢若卖菜头家，海产业者嘛共款。白虾每公斤平均价数伫咧224.82块，外销受影响的石斑鱼274.4块，价数起5%到10%，啊蚵仔是颠倒了4.9%。一点点而已啦，一层差不多啦。敢若差伫咧起偌济，菜价、肉价全起。今年中秋想要传一顿澎湃好料的，恐惊先等看卖家己的钱包啊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